澳洲驚現詭異黑球，係外星科技定係末日先兆？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今次要同大家講嘅呢單嘢，真係聽落都覺得離奇。話說喺風光明媚嘅澳洲悉尼，一個叫做庫吉嘅海灘，竟然出現咗無數粒神秘嘅黑色球體，仲要係好似高爾夫球咁大粒。呢啲黑球一出現，就引起咗當地居民嘅恐慌，啲人議論紛紛，有人話係外星人嘅傑作，有人話係咪世界末日嘅先兆。當地政府梗係唔敢怠慢啦，即刻封鎖咗海灘，仲派咗專家去採集樣本化驗。初步嘅檢測結果顯示，呢啲黑球原來係焦油球，係由石油同雜物、海水混合而成嘅碳氫化合物。聽到呢度，大家可能覺得原來係咁咋，冇乜嘢特別啊嘛。少年，你太年輕啦，件事絕對唔係咁簡單。焦油球呢家嘢雖然唔係啲咩外星科技，但係佢可能比外星人入侵更加恐怖，因為焦油球嘅出現往往意味住海洋受到咗石油污染。咁啲石油又係邊度嚟嘅呢？專家就話通常都係船隻漏油造成嘅，但係今次呢單嘢到目前為止都未有任何船隻出嚟承認自己漏油。新南威爾斯港務局亦都話冇收到任何報告。呢個就係最吊詭嘅地方。如果唔係船隻漏油，咁啲石油又係邊度嚟嘅呢？有啲乜嘢我哋唔知道嘅嘢發生緊呢？泡泡為咗查明真相，翻查咗好多資料。泡泡喺度大膽推測，呢啲小黑球可能唔止係單純嘅焦油球咁簡單。大家有冇聽過深海油田，或者係海底嘅天然氣水合物？呢啲嘢一旦洩漏，都會造成類似嘅污染。而呢啲嘢嘅洩漏，往往都係災難性嘢。大家諗下，如果呢啲小黑球真係嚟自海底，咁即係代表我哋對海洋嘅認知其實仲係好皮毛。我哋以為自己已經征服咗地球，但係其實喺深海仲隱藏住好多我哋未知嘅危險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